嗨，各位巴打絲打，大家好！我哋魚眼雷達啱啱起步，好需要大家嘅支持。你哋每一個訂閱都係我哋繼續精質嘅最大動力，多謝。姜濤7場 solo show 飛快賣晒，真係大癲！飛賣晒之後，網上就梗係會有好多人想博大霧，所以就冒出一堆所謂嘅放飛黨 QR code 亂飛。咁當然有真，但亦有流㗎喎，搞到粉絲好亂。電子飛表面就方便，背後就危機處處。雷達台唔想粉絲中伏，今日就同你拆局，究竟邊度有毒？講到電子飛最大漏洞，就係 QR code 可以無限複製。你諗下，如果賣家黑心，可以用同一張飛賣俾10幾個人，到最後就變咗現實版飢餓遊戲，邊個先掃到，就係邊個入賭場。仲有啲騙徒專用截圖同你交收，你去到現場開唔到官方 app， 嗰下真係嬲到想食海鮮，大叫魚蝦蟹。依家啲交易轉晒去 TG、IG， 零保障，對方收完錢可以直接 block 你，你想追都冇得追。最陰濕係同你傾好耐減價，等你放低戒心，結果都係中咗招。其實都係陷阱，根本就係熟口熟面嘅劇本嚟。而家連假飛都升級咗，騙徒會整假 email、假交易記錄，睇落同真嘅一樣，等你完全冇戒心，到場先知入唔到，你再揾佢，佢已經人間蒸發咗，咁點算好？雷達實測最可靠嘅方法就係當日現場交收，同賣家一齊排隊，你數碼入咗閘先至俾錢，銀貨兩訖，安全至上。係可能要捱貴飛，但好過喺門口食風兼心噏。如果真係想網上交易，最少要睇主辦有冇官方轉讓功能。有啲 show 可以用官方 app 直接轉名，雖然麻煩啲，但安全好多。記住一句，要求你直接過數嘅10個有9個半係伏。有個方法係你可以同朋友夾隊搶飛，邊個搶到就分返原價，至少唔使承受炒價之苦。見到今次都有唔少醒目嘅姜糖，就係用緊呢一招，互相幫忙，原價分飛，真係非常聰明。不過講真，電子飛都唔係全壞，至少打擊咗傳統黃牛黨、排隊黨，內部飛亂象都減咗，真正粉絲多返啲機會買到原價飛。只不過電子飛亦反映咗而家娛樂圈嘅現象，科技愈進步，騙徒愈狡猾，大家自己買飛嗰陣一定要醒目啲。最後記住雷達台金句，寧願現場貴價，都好過網上平價。你哋有冇試過咩買飛奇遇記？講出嚟等大家學多2招啦！多謝觀看，鍾意呢條片請訂閱，撳鐘仔，俾個 like、share， 有意見請留言。如果想再支持多一步，下面有個 Thanks 掣可以請我飲杯咖啡，令雷達更加有動力繼續偵測同出影片。多謝各位巴打絲打。